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19日，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一起来敬拜。我们要将今天再次的交在上帝的手中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敬拜，也让上帝来建造我们的生命，也让我们生命里面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，我们都回来上帝的面前来倚靠上帝，让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，让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，让我们生命是稳固的，是不动摇的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《不动摇的信心》，一起来敬拜。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活主，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，夜之中，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，也不害怕，不动摇，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；疑惑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海浪之中，我必不沉落；旷野之中，我必不迷路。不退缩，也不害怕，不动摇，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；疑惑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就必得着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海浪之中，我必不沉落；旷野之中，我必不迷路。也不害怕，不动摇，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，我要赞美；疑惑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当中生命里面所遭遇的每件事情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也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倚靠你。愿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满有主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主你在当中在掌权，在带领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在我们当中
与我们同在。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3月19号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56篇第1节到第13节。上帝啊，怜悯我，因为我被人攻击，我的仇敌整天欺压我，我的敌人不断地攻击我，跟我作对的人竟那么多。在我惊惶的时候，我就倚靠你，我信靠上帝，称颂他的应许。我倚靠上帝，必不惧怕。血肉凡人能对我怎样？我的仇敌整天想破坏我，他们千方百计要加害我，他们结伙埋伏，窥视我的脚踪，等着杀我。上帝啊，求你惩罚他们的罪恶，求你向他们发怒，打倒他们。你知道我遭受的灾难，你记得我流过的眼泪，这一切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？我一向你呼求，仇敌便败退。我因此知道上帝在帮助我，我信靠上帝，称赞他的应许，我颂赞上主的应许。我倚靠上帝，必不惧怕。血肉凡人能对我怎么样？上帝啊，我要向你还我许下的愿，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，因为你救我脱离死亡，使我不至于惨败，得以生活在上帝面前，在那赐生命的亮光中。我们再有点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诗篇56篇第1节到第13节。
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19日，我们读了在56篇，而在当中我们会看到，好像很多篇都是大卫在求告上帝，讲到说有很多人攻击他，有很多的问题。然而这当中也让我们回想，当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也确实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。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所以上下会记载到大卫当王之前以及大卫当王之后。昨天的经文讲到是他当王之后，他儿子起来攻击他的事，而今天的经文也可以看到是他当王之前，他被抓起来，其实在那当中他装疯卖傻那段时间，其实他所遇到的也是很多这样的事情，很多的事情在攻击他。所以对大卫来讲，他面对到了他以前在扫罗王的王宫里面去服侍扫罗王，也带军去征战，所以周围的人知道大卫是骁勇善战，他去打仗几乎都会赢。而当他被抓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的非利士人很多人怎么样都不相信大卫疯了。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说大卫在那段时间装疯卖傻，也只有这样才能活下来。而他所经历的是，在国内有人在攻击他，在国外也有人要抓他，不相信他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他改变了许多的情境的状况。他可能装疯卖傻，也可能好像投诚在这些国家里面，但是私底下他要去攻击其他的国家。所以当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，也会看到很多大卫的生命在当中，上帝给他智慧，怎么样来存活下来。在撒母耳记里面也看到大卫在面对了扫罗王的时候，其实他用敬畏上帝的心，而不是用人的心在处理这些事情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凡事先求告上帝。我们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的时候，也会去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智慧。当我们在面对这许多事情，怎么样来处理？在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大卫在面对这样苦难的时候，在这样的困难的时候，他依然仰望上帝。所以这许多事情都很不容易。当我们面对许多困难，常常会跌倒，常常会软弱，常常会掉到谷底爬不起来。但是我们看到大卫选择的是依靠上帝，所以在当中即使在困难，他也不让自己陷入在某个情况里面，在信仰上依然是抓住上帝的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当大卫其实他有很多诗篇常会这样来写，求上帝怜悯我，求上帝帮助我，求上帝站在我这一边，去攻击那些得罪上帝的人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上帝怜悯我，因为我被人攻击，我的仇敌整天欺压我。当我们在看撒母耳记的时候，确实如此。大卫他的生命一直在逃，一直在逃避扫罗，然后其实也一直在跟很多的外族在打仗，所以他生命一直陷入在当中。那我们呢？其实有很多人也在面对这样子，常常被攻击，常常是被陷害，在生命里面有很多人在欺负他。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是不是也常遇到这样的事情？而在这当中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讲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感谢上帝，要赞美上帝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诗篇当中，也确实大卫把他真实的生命、真实的情绪带到上帝面前。其实这也是一种来到上帝面前的方式。我们要感谢，我们要赞美，我们也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，他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，不是做样子而已。像我们去年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，也看到扫罗，他知道他得罪了上帝，他知道上帝不喜悦他，但他依然要做面子，他依然求撒母耳跟他一起出去，让大家感觉到，上帝还是跟我同在。但是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很清楚知道上帝要离开他，上帝要弃绝他，但是他依然想要的是让大家看到表面的和平，看到表面这当中上帝是与他同在的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大卫是在寻求真实上帝与他同在，
所以他降服在上帝面前，他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交在上帝手中。所以当他被攻击的时候，当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他把他的状况真实的摆在上帝面前。其实上帝都知道，但是我们也要这样子来摆在上帝面前，跟上帝说，我面对到这样情况，我的生命怎么样，我的情绪怎么样，我的心情如何。其实对人来讲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释放方式。我们难过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需要有人讲，但是我们也会发现，有些事情我们跟别人讲，别人也听不懂。我们很认真的讲，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用不同的去解读，而在当中，或许我们也没办法去跟人家讲某一些事情。但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真实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明白，而在当中上帝出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经历到上帝确实也就在当中在帮助我们。他还说，我的敌人不断地攻击我，跟我作对的人竟那么多。确实大卫的敌人非常的多，而对我们来讲呢，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陷入低潮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人都跟你敌对？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人都在攻击你？用现在的人来看也是一样，专门欺负那些可欺负的。当许多人看到大卫在逃脱的时候，在逃跑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他是可以欺负的。虽然他很厉害，但他身边只有那几十个人。而这当中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就像以前在讲一句话，棒打落水狗。虽然这狗很凶，当它已经夹着尾巴的时候，是很多人会觉得它是可以欺负的。所以大卫这边也在跟上帝说，我的敌人不断的攻击我。其实不用讲大卫，在讲以色列就好，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是一样，他附近的人，他周遭的国家也都不断的在攻击他，他们不断的在防守，不断的在出征，所以他们征战非常的多，从2-3千年前、3-4千年前到现在，不停的有那些战争。而大卫所经历的也是一样，不断的有着许多的战争，许多的问题在临到他，所以他也真实把这些摆在上帝面前。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我们生命里面所遇到这些事情，其实我们害怕去面对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把这些好好的说出来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坦诚的讲出来，我们才有办法真实的去面对。其实我们台湾人，人家都说都很温和，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敢去面对，不敢去讲出来。但是我们看到中东那边的人，看到以色列那些的人，其实他们的性格是比较烈的，跟我们就差异很多。而在当中也是我们要学习去面对那些。而在当中，当遇到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，有人在惊惶的时候是陷落了，是沮丧了，是没有自信的，是害怕的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软弱，可能好像人家说的被打趴了，有可能趴在地上站不起来，有可能软弱到站不起来。但这边在讲的说，在我惊惶的时候，我就依靠你。其实这也是大卫生命的展现，因为他常常是这样子，先来到上帝面前，在他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敬拜的人，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，所以很自然，在他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先来到上帝面前，所以他很自然的会寻求上帝。而在当中我们可能就觉得这是他只是他的习惯而已，但是在这习惯当中也可以看到他对上帝的信心，所以他愿意大事小事、好事坏事都来到上帝面前，感谢上帝，求告上帝。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，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，但是我们第一个状况是怎么样？有可能我们第一个状况就开始在筹算很多事情，可能要找谁，然后找谁帮忙。就像我们在台湾很多时候要处理事情的时候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要去找里长，
去找议员，去找立委，去找哪一个官员，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去动用许多的关系。但是我们忘记了，很多时候我们先来到主面前，将这些交托在上帝手中，求上帝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事情，怎么样来处理这每一件事情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习惯不一样，而这样习惯也在于我们的生命不同。在大卫，他先来到上帝面前，而我们也可以想到像扫罗王，也就是一样，他先寻求许多人的想法，去问旁边的，然后看看现在民意如何，然后再决定要怎么做。所以遇到事情很自然的不会先想到上帝。有可能别人都说啊，你是谁？你是基督徒？你是什么同工？你是什么样的职分的人？然后才会想到啊，对，那我们来祷告一下。所以我们生命就是陷入在当中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展现出那美好的信心。当然，这样美好的信心不是要给别人看，而是真实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会发现，即使像前2周的诗篇里面也提到，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要那真实的生命，而不是做给人看，不是做外面的样子。所以之前的诗篇讲到说，如果上帝你喜欢献祭，那这些事情就好办了，我去献祭就好了。但是那段经文讲到说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上帝要我们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，虽然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也带着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真实的摆上，交在上帝的手中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，在我惊惶的时候，我就依靠你。真实的去宣告，真实的去祷告，真实的摆在上帝面前。所以他接着说，我信靠上帝，颂赞他的应许，我倚靠上帝，必不惧怕。所以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先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，来赞美，来感谢上帝。所以当我们不断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不断的能够唱新歌，不断的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。当我们倚靠上帝，我们就不惧怕。所以有耶稣不害怕，有耶稣不惧怕。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倚靠上帝，不害怕这一些。我们都很多时候都看着这世上的人在做许多事。其实有些事情我们都不爱说，因为看到别人受伤了，看到别人遇到什么事情。但是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其实我们心里面都看到这些人为非作歹，被上帝惩罚了。但是因着我们在当中，我们不会去说啊，你这个是怎么样。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有些人依靠上帝，也确实领受很多上帝的祝福。有些人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，而在当中也被上帝惩罚。就像以前有些同工在说，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虽然当到长子，但是还是做了很糟糕的事情，而在他晚年的时候，生活很凄惨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子，你愿不愿真实的交在上帝手中？是不是真实的依靠上帝？不是一直看别人能对我怎么样，而是看上帝怎么样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大卫一直在经历了这些，他的生命非常的苦，常常是在生死一线之间，但是也在当中看到上帝真实的帮助他，所以对他来讲，他可以不惧怕。也就像他在面对歌利亚的时候所说的，你倚靠的是你的神，你倚靠的是你的能力，但是我倚靠的是耶和华上帝。所以他不惧怕。当全部的以色列这些军人都害怕歌利亚的时候，一个小小的大卫，他竟然能站出来。所以这我们一直在看到，就是他生命那信心的展现。而对我们呢，我们常常是软弱的，
他也继续在讲说，我仇敌整天想破坏我，他们千方百计要加害我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，当人家要陷害你的时候，怎么防都防不了，还是会遇到那些事情。但是当中，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。虽然这边讲到说，他们结伙埋伏，窥视我的脚中，等着杀我。所以许多时候，我们都陷入在那里面。但就像主导文说的，叫我们不陷入在那个试探当中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在那试探里面，我们不要一直陷入进去，而面对那凶恶，上帝带领我们脱离出来。所以当大卫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也将这样的事情跟上帝说。确实他也常常是这样子，被埋伏，被攻击。而在当中，他先来到上帝面前，求上帝帮助。甚至我们常说不要去攻击别人，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求上帝出手，求你惩罚他们的邪恶，求你向他们发怒，打倒他们，求你出手去做这样的事情，将这些交在上帝手中。所以求上帝出手。所以说，上帝啊，求你惩罚他们的罪恶，求你向他们发怒，打倒他们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那时候的人确实是如此，错误就该惩罚。他们得罪我，他们欺负我，上帝你都看在眼里，求你出手，求你出手。所以当中我们常常都说求上帝去帮助他们，祝福他们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许多时刻也需要有这样的惩罚领导。所以惩罚不单单只是置人于死，惩罚有时候也是要让人能够回转。他说惩罚他们的罪恶，当他们一直在犯罪，就像以前的教孩子一样，以前的人教孩子就是有可能把他揍一顿。以前教孩子就是说要打他，让他长记性，让他记得他所做的错误的事情，让他不再犯。所以以前的惩罚不是说要打到父母爽而已，重点不是这个，而是常来说让孩子长记性，记得他这时候犯了错。而在当中也是一样，当在惩罚的时候是让他能够回转回来。所以像那牧羊人一样，当他拿到那个杖，那个杖在敲打他的羊群的时候，是让他们不走错路，不走偏，让他们跟着他。而那个杖当然也可以用来去救他的羊群。所以很多时候那些羊群看到牧人的杖是害怕的，看到牧人的杖有时候是救赎的来到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求上帝出手去攻击那些人，那些欺负他的人，那些作恶的人。所以在这一切上帝都知道。他说你知道我遭受的灾难，你记得我流过的眼泪，这一切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？这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遇到的事情，我们所流过的泪，我们的痛苦，我们难过，我们的软弱，上帝都知道。然而当我们一次一次来到上帝面前，也将自己这些交在上帝手中，让我们生命有上帝的灵的遮盖，有上帝的帮助。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许多时候是让我们去学习，让我们成长。圣经里面也说，上帝不会给我们担不起的担，所以上帝也会跟我们一起走过这些，让我们去经历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承受起来，让我们成长。而在那过程当中，那些欺负我们的人，那些做坏事的人，上帝也都知道，上帝会管教。所以在这样的基础当中，去看到大卫求上帝出手。当然我们都回来再看，一切的主权在于上帝，
并不是我说什么上帝就要这样做，但是我们需要将这些交在上帝手中。我们也看到，确实大卫很多大卫他求的，上帝也都出手，上帝也都来帮助他。但是这当中有没有看到，其实当我们回去看撒母耳记的时候，大卫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常在灵修祷告当中明白上帝的心意，照着上帝的心意来祷告。其实我们常常是照着自己的想法，所以也是之前在马可福音里面，当耶稣问他的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之后，他们说你是基督。耶稣也跟他门徒说，他之后将要受难。而在那之后，彼得说了一些话阻挡他，他就看着门徒，也看着彼得，跟他说：撒旦走开，你说的不是上帝的想法，是人的想法。其实在当中也就是如此，我们很多人的想法在里面，我们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。所以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被提升上来，进到上帝的想法里面。当我们在读经灵修的时候，也都在提升我们，让我们生命被提升上来，让我们眼光不再是陷入在这世上的这一切。所以今天的经文有2次在讲到说，这些血肉凡人能对我怎样？其实这些人常要把我们拉下来，也很多人在说看清楚现实吧，现实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当我们在依靠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也一直在跟我们说，事情不尽然只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常常在当中让我们去看，你要听哪一个的。所以很多人常常就是听民意，听大家的讲法，但是并没有回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在诗篇里面又让我们看到大卫在面对这些的时候，他又先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他说，我一向你呼求，仇敌便败退，我因此知道上帝在帮助我。其实这也是新约的时候在讲到，当耶稣行神迹，当门徒他们能够行神迹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帮助他们更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当中当大卫他去经历这些，他说我祷告你就让仇敌败退，从这样的神迹当中，从这样的事件当中去经历上帝在帮助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在教会常常只是头脑的相信，头脑的知道，但是上帝也要让我们有经历这许多神迹奇事，上帝亲自出手的时候，让我们去经历到这是又真又活的上帝。当然神迹不会帮助人信仰的成长，不尽然都会帮助，因为有很多人经历很多神迹之后，他依然离开，因为他心里面只是一种交换，他不是真实的信。很多人信心软弱，很多人没有真实的信。就像耶稣在讲到说，约拿之后没有再大的神迹了，因为这么大的神迹大家都不相信，那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大家会真的相信吗？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很多人还说啊，你下来啊，你下来我就信你是耶稣，就是我信你是上帝。但是我相信，当耶稣真的下来的时候，大部分人还是不会相信他是上帝，因为他们的心不信。就像耶稣他回到拿撒勒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在那边没有做多少事，因为那地方的人不信，所以他简单的服侍了一些人，他就离开他的本乡本族。所以当我们信的时候，就像大卫一样，他相信上帝，所以当他祷告，上帝为他出手，他也明白是上帝在帮助。所以我们之前也有时候会讲到说，很多人去经历神迹，经历了许多上帝的作为，但他也不知道，
因为他没有敬虔的心，他没有将这些摆在祷告里面，他没有怎么样。就像很多时候父母帮我们做的，我们都觉得很自然啊，就是应该这样子嘛。但是当父母不帮忙，当父母在等我们跟他讲的时候，在帮助我们，你才会真的觉得哇，原来我爸妈都有在帮忙。但是这样的事情是常有的，但是我们把它觉得是理所当然的。他这边继续说，我信靠上帝，颂赞他的应许，我颂赞上主的应许。所以当中他也在表明他的生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在上帝面前真的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交在上帝手中？当我们每次在敬拜的时候，每次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每次在透过 YouTube 在听诗歌的时候，有没有带着我们的心真实的来敬拜他，来颂赞上帝的应许，来真实的来颂赞上帝？因为说我倚靠上帝，必不惧怕，血肉凡人能对我怎样？所以很重要。其实大卫一直在陈明的就是我倚靠上帝，我倚靠上帝。这样的信心从他小的时候在牧放羊群的时候建立起来。当他第一次展现的时候，也就是面对歌利亚的时候，我倚靠上帝，必不惧怕。当他在这样的逃，在害怕在逃的时候，一样他的信心依然是如此。当我们在去年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，还记得吗？当他信心这么坚强的时候，当他的信仰，他持续用他的信仰依靠上帝去面对这许多战争的时候，他身边的人信心也被他建造起来。虽然他这些人依然软弱，但是在当中跟其他人比，他们依靠上帝，他们讲出来的话就是在当中透过大卫对他们牧养，大卫去帮助他们，让他们信心也被建造起来，他们信仰也有起色了。所以他们也看到大卫在这许多战争当中，确实先来到上帝面前求问上帝，这场战争我该不该打？上帝说你该去打。他也问上帝，这场战争我会不会赢？上帝说会赢。也问上帝该怎么打，他就顺服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依靠上帝的人，即使那么大的一件事情，他都交在上帝的手中。其实小事他也交在上帝手中。所以最后他说，上帝啊，我要向你还我许下的愿，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其实我们会看到许多其他宗教的人都会许愿，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我们在祷告里面常求上帝帮助我，求上帝帮助我。而在当中，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来献上这感谢的祭。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多记载，很多人在许愿，包含最特别的，我们比较记得是撒母耳的妈妈，她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，求上帝赐给她孩子。而在当中并不是只有那一次，其实她求了好几年，她每次有机会去上帝的殿的时候，就在那边祷告。所记载的就是上帝透过以利跟她说，上帝听了你的祷告，要回应你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许下这样愿，而撒母耳的妈妈也确实，他们父母都记得他们所许的愿，也记得要来到上帝面前来还这愿。所以他们在过了几年之后，把撒母耳带到以利面前，交给以利，要献给上帝。这就是他们所还的愿。所以当中也在讲到说，我向你许下的愿，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，要来到上帝面前来还这样的愿。所以当中上帝的赐福也让他真实的经历，他每天都有上帝的同在。虽然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，虽然他是被应许的，被拣选要来当王的，但是他的生命也真的很苦，也真的遇到很多事情。所以他写了很多这样的诗篇，在阐述他的生命。
所以最后这边讲到说，因你救我脱离死亡，使我不至于惨败，得以生活在上帝面前，在那赐生命的亮光中。也就是上帝的带领，上帝保守，让他在生命当中这么多的苦难里面，上帝依然保守他，让他坦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毫无畏惧的来到上帝面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势必也遇到了很多事情。当然我听到有些人讲到说，他的生命里面很多恩典，很多祝福，那些不好的事情很少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很少遇到这些。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，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况。其实我们也可能遇到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看到大卫，虽然我们感觉哇，他们常常讲大卫王怎么样，大卫王怎么样，他打了很多胜仗，但是我们回来圣经里面在读的时候，会发现他大部分的生命都常常是在那种颠沛流离的过程，到处逃亡的过程，在战争的过程当中被陷害，被出卖，在这许多的状况里面，但是在当中也因此经历了更多上帝的帮助。所以最后他讲到说，得以在上帝的生活在上帝面前，在那赐生命的亮光中，也能够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在大卫的诗当中，也让我们去经历他所经历的这一些。但是很重要的，虽然他经历这些，但他依然回到这边讲到说，我倚靠上帝，我信靠上帝。他先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在当中也让我们去想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是不是常有将自己交在上帝手中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到上帝面前，让我们生命常常来到上帝面前，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就先求告上帝。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来回想今天的经文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帮助我们。虽然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许多事情，但是我们看到别人的生命也是如此。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感谢主，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在当中，你保守了大卫，你要这样子带领着我们。虽然我们遇到许多磨难、许多的困难、许多挑战，许多人攻击我们，甚至许多人因为一些小事大事而回来攻击我们，但是我在当中也让我们
回到你面前，先将这些都摆上，不再是看着自己，而是看着你，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。主，我知道每一件状况都不容易，但是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天被你调整。就像大卫在牧羊的时候，他在那时候就已经学会依靠你。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让我们还没遇见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依靠你。当我们遇到这所有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要将自己交在主你手中。第一个要找的是你，就像孩子一样，遇到问题，第一个是要找的是妈妈，是爸爸，因为在这生命当中，这些人是他最重要的人，帮助着他过去的每一天，也让我们在生命里面也是一样依靠你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诗篇，也让我们去经历你的恩典，你的大能就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愿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教会、在家里、在个人生活的时候，都经历主你的恩典，也让我们生命持续的与你同在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信仰上、在生活上有许多的软弱，在身体上有病痛，也愿主你来帮助他们，愿主的灵与他们同在，保守着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感谢主，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，将今天的领受，都陈列在主你面前，愿你悦纳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每天来到主的面前，去经历上帝的恩典，去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祝福要临到我们。让我们学习每天依靠上帝，愿上帝祝福你。